这是我们亲爱的薛主任，你看这身材婀娜的呀。这个是吧？这哦，你给我打。没。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这搞大了对吧？你也打一下。我听说你贴贴包头啊？啊，对呀，结果不片子哪里挂上了？那直播呢？刚想拿起来你就走开了。Hello，再见，刚刚开始。这个什么油啊？啊，这洋洋直播是吧？对，洋洋的直播间，这一我没杯开过直播。重啊？这一杯。你好瘦啊！什么叫我好瘦啊？你好瘦啊！你很瘦啊！是啥？这是我们的亲爱的薛主任。肉包子多吃几个还会长。今天是你生日，你怎么过啊？你谁生日啊？钱塘你过呀？今天你生日啊？嫂子我的生日呀！啊，真的？哇，那个亚飞这是堂那么大的化妆师，这么点底彩底渣的说，这不是底彩，这底渣没有他不，好的承认。真太过分，一点不好客。哎，那个肖文是在北京过生日，他干嘛？说我这还有。他是12月20加23、24啊。我们不在北京吗？刚好。哦，刚好是那个时对，候。他说我是要到那边去过。那就钱塘里进京的时候。他给我的不是底色，是底渣。我可是钱塘里3大领衔主演。生日卡忘带来了。给我了呀。不是你，就是11月份。我11月份的人，你12月份啊？你12月份的。 12月份。你那天给我的时候刚好是我农历生日的时候。哎，对你跟我说了，是的。我12月29。今天我早晨还想到，哎，可以把这个11月份的生日拿过来发发，对不起。明天带过来。工会每次都是最早送。是，那总要提前发的嘛，这要稍微提前的嘛。不然要我的话，不是说生日不能提前过的吗？要我的话。他提前送祝福，但是今天被我儿子挖的啦，都破相了啦，真的一个手就哇叫挖发里脊了他。真的鼻子上面呢。哎，他扔东西啊，我就说他，凑那么近就说他，整个手叭过来，哇我就哭了，然后我就不是他那个哭了，不用当着面，他那个不是当着你儿子面哭了。我躲到厕所里面去了，再也不去管他了，弄完然后他呢？啊，他就看着我，不是他今天那个不用谢，干脆利落。生病啦，很说的啦，哎，发烧，我儿子女儿都发烧了呀，我真的烦死了。不过小朋友是不是就要发烧这样子？这段受，对，他两个还是互相传染呀。人生低谷期。采访你一下。恨自己为什么生那么多？发烧的不是坏事。不是，昨天肖文说，我采访过阿彩了，在家里已经有那么多事，为什么他单位里有那么多那么充沛的精神状态？因为我爱上班，工作使我快乐。肖文说，我采访过阿彩了。对他那天跟熊姐两个人很认真问我，谢晨，我问你个事情，我什么事情？问工程，你为什么每天都是那么的精神亢奋？我说那每个人都会这样的呀，对吧？对，不过你可能你可能稍微亢奋一点的。你状态，我可能有甲亢吧？没有，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其实就是松下来啊，其实也没有心心情不好，但是呢，你有一天我松下来的时候，你就说怎么了？今天心情不好，然后马上没有啊，我挺好。我是你们小太阳呀，是的。如果我都灭了，你们怎么办？是不是啊？哎，正能量不？哎，听到没有？都说给你们听的啊，其实没有，其实没有。都到这个时候了。哎，笑死。你来的时候跟他差不多的，东不要向他学习。我刚刚讲的话你们听了，我来的时候49个人。扣留来的时候就很。大家快把直播间分享出去。到那个490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那个正能量的心灵鸡汤啊。只能看看照片过瘾。然后现在就都没人留言的，哎，你啦可以这样打一下。啊，这样子的。哦，这样子的是吧？啥不啥嘛，啥不啥嘛。哇，对不起，哇，你看跟你那么多的互动，哇，怪不得我想，怎么没有互动是吧？我都对不起，那这个东西他怎么自己不会？不是他怎么不会挑的呢？直播间都没有人叫我呢，不是他为什么不会自己这样子呢？手机太差了，是不是国产的金苹果？不，我这个帮我弄了啊。好的，这什么呀？他的五须啊，我知道。你的鼻子这里还是？哎呦，听到了是吧？主演化妆间来蹭个油彩，我领衔，知道了吧？领衔。你是领衔，我是领衔。怎么样？取得好不好？这名字？你2点钟回来化妆了，弄我没回去。你看又有了。但刚才不是都不用点的吗？为什么现在要点呢？不是，你刚才是点那个什么，他的路。你刚刚可能点吧。带我去拿啊。拿什么？有个东西。
他不是应该拍那边吗？他就把手机给我了。那我今天高颅顶都没有弄，显得特别那个。哎，嗨，宝贝们，大家好。现在开始，我要教你们怎么把高额头画成没有额头，好吧？旁边隔壁个吵架一样。奶周的头发怎么样？奶周有头发吗？他戴头套呀。不然的话就很像两个人肇事逃逸刀杆犯人。还有一个要放出来。对，就被抓进去。比他淳朴的形象。他怎担不怎担，都不大干。现在你还在直播这样？这个底怎么？哎呀，用不惯。嗨！里面那件衣服就是这样洋气的吗？不是洋气，这是我的内搭呀！我不是演田大姐的时候都有白色内搭在里面吗？怎么这样有点洋气啊？你的审美有发生了变化，我看出来。啊，我衣服穿反了。所以我是这个意思呀，我这提醒你。不是，我已经很婉转了呢。然后我说，我说这衣服这洋气。哎，谁让你们开直播？我不要面子的吗？然后你还站在那里，我你看他们肯定没有看到吧？笑得这么浪。他把衣服穿反了，让李云霄。翻个身子来。很想救一下你这位女明星。哎，没关系，我没有穿包袱的，我走的就这路线。这个地方我是1秒都待不下去了。大家快留住他！阴影快给我来！自己拿呀。我不敢，没有你的同意我。打开了我们全中底渣，什么玩意儿？啥都不是。杨总，你把我的船名字打错，我给你发过来。对，这个干了才粘一下。呀，昨天你给我发信息的时候，你说好的船是把我名字打错，没发现我回你的时候把你的名字也打错。那你不要走，听你看见没有？让你不要走。哎，谢谢。上1秒1秒都待不下去了，下一秒。然后您说他审美发生变化。我让你来给我划重点的啦，杨森硕啊。哎呦，怎么了？那么激动？我对着你们画哇。怎么？哎，我今天像不像把这线刚踢过一样？怎么会这么踢？我12点半上去排舞蹈哎，现在就好像我不用续一样的，已经是过去了。看我们灵魂去排过了，已经12点40了，现在。对。这么没有时间观念。我们现在师傅真快乐，可想跟他在一起了。还好吧，跟你又不熟。把情射死了。昨天台上我也射死现场。哎，你昨天这个椅子是不是过不去啊？很想帮你，但是对，为什么？就是他其实应该再往这边来一点。对呀，昨天我。然后我看往外面绕。对，你都往外面绕吧，因为这个椅子它可能因为舞蹈调过了，让他把那个椅子往后拉了。你要么干脆我把那个轮椅赶紧出来，然后因为我现在就在那个椅子跟轮椅的中间走，这个昨天又很小位置，然后我就左右都走不过去。就在中间不走吧。对，那我就坐上讲的看你们演戏。那把我这样怎么像肉那么大一坨一样的？这个伯伯一看就是平时偷吃的，吃那么多。今天让海敏他们，就是小米那个地方稍微晚一点说，让我们把前面那个加微信那个，就是演足一点。哎呦，我昨天那台词我都坑坑洼洼的。放心可靠，放口信靠，就是乱来。
然后你那个地方导演上次跟你说，就是啊，薛主任，就时间在表达的就是明显一点，因为你就过去了。好的，然后我就上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上次排练的时候手机忘记带上来了。啊，就是不习惯，因为这场是不带手机，我穿了围裙之后手机放在台边了。我的裤袋里是没有袋子，不能放手机，然后我让那个谁给我拿，谢给我拿，给我拿完的时候顺便给我就小秘书。哦，是。怎么突然拍那个什么？那个地方啊，时间抻长一点啊。好的，让海敏他们晚一点叫，他们老早叫我，我就要去搜他们去了。没关系啊，他们叫就叫嘛。那我在弄，万一他就在那网络延迟啊，你可以自己设想啊，网络延迟没那么快，然后哪里噔一下就好了，是吧？就让他们稍晚，因为他们如果叫我，我肯定在台上得有反应嘛。那你可以这样，哎，好的，头先过去。就是导演说你不要动，就是把前面的戏，然后你演足，就演1个小时。所以说让他给弄这个垫着嘛，然后就人稍微可以弄点再过去嘛，就是背后的戏先带给他们啊，不要理他们。后面给他饱满一点。现在唱。哎，这是要上咖喱去了，这干什么？怎么会这么深的？你这个太深了吧？你换一个吧。没关系，你这个是，我今天我来错了这个化妆。杨老师，你看我们谢老师。杨老师，我今天是，怎么会这么深啊？换这个。我不应该在你管这里。自己的插板弄起来，别管他。我让你管过没有？好像还是深了，录等一下，上菜的。不是，等一下那个，我跟杨又吵架了，然后你的狗啊，我等下再。dog 呢？对啊，然后在直播都播出去了。对，你先尝一点吧，把它弄热些。什么？你是 dog， 我不是 people。哎，这好多了吧？是吧？还可以在上面，我很少的。这录像好好录像画，终身保留的。什么叫我好好画？我哪天不好好画？是的，好的。看谢老师错误示范教学之后再如何拯救。哎，这个是什么粉底呀RMK 吧，是吧？等会等站着，哎，他那玉米谁的？你吃吧。玉米等给我吃吧。感觉好像看着不是很好吃的。201这个号是不是比较白的？我觉得你适合那个2022天暖色去，这个叫什么？医院的白。哦，这个就有点好像彩的呀。我配拥有一副睫毛吧。我来了，我来了，不是我这个有点太。哎，徐红，昨天你不是给我打电话吗？你怎么会知道？就是说你也不知道我找你是什么事儿了。对呀，那你怎么你想跟我说点啥嘞？我本来在想，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你也没有进去？后来在想，因为我在想你怎么会谈了我这么多的视频吧？我就想是不是你也因为我群里面发了那个事情，我想你突然间发我在想你应该是看到我那个消息之后你才给我打电话。我在吃盒饭。这嫂子笑的可真顺口嘛，所以我就问什么东西啊？进不去啊，那个什么啊？然后我就听你说，你就真的吗？好用吗？好用吗？后来在考虑是不是？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下来就跟你说。对呀，我在想，我不是马上就问我是需要你是的，是郑老师的声音。笑死我了。很苦。蛮搞笑的。哦。不然我在想，你给我打电话，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就说了，然后最近是你也没问我周老师你找我什么事情，你上手就说周老师，这个门口进不来什么什么的。对。要不是你是来通知我进不来的吗？我说你看见我了。他都直接在群里发你跟我跟周老师。对呀、因为我们直接回那个了嘛，就是他给我谈了5个视频，你知道吗？周老师给我谈了5个视频，我在想周老师这么急着我，是不是你也没急？其实我压根就不是你。笑死我了。我在想你不用找我什么事情啊？你打过来的时候，我想要旁边要放饭的这个。这是什么？我在想周老师这么急，5个这个，笑死我了。啊，这只是彻彻底底的把我给吃饱了。哇，这个东西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多。芡膏吗？很炖了哎。对，不是芡膏，叫食品。我们的台州的。那里嘎子毛吗？哎，这么浓的？用那个吧。对。
让我手抓，拿手弄。直播一直放的。直播间交到我这了，等陈运河来，我给陈运河了。你现在都吃播？我没有，我半吃播，我就这个吃播，他们是真的吃啊，真能吃哦。我是台州人。拿命在拼，感觉。哎呀，说起台州，我突然想吃梅花糕了。梅花糕甜甜的。一定要是那种油地沟油。不是地沟油，它是那个有那种有点类似鸡蛋仔的做法，然后它下面里面放红糖的，就是那种老婆婆推着那种3轮车的那个最好吃。亚洲，你自己在画啦？没有啊。你可以来画了，等周老师走。青草无，说了一句方言。垃圾街有吗？滨江垃圾街有吗？是滨江那个吗？青草湖就是类似龟苓膏一样的东西，啊，这个解释对不对？应该对吧？嘿嘿，真的有，那我下次去找一下。对，美食节。什么明德？东东啊，你是演员啊？你是演员啊？以前是。那你唱什么的呀？下一块，你可以唱一个给多少？明天吗？明天杨老师，明天还会直播吗？都有问了。明天的话可能要下午了吧？如果要播的话。明天是晚上演出的，下午播一下。可能明天下午会播吧。哦，叫拉洗街，对，拉洗街其实它就是杭州的垃圾，就垃圾哦，是不是啊，周老师？对。它其实也是垃圾街，就是用了杭州话的那个。这一定是我在直播间待的最久的一次，杨老师。现在那个把周老师再发细，我就让他，等周老师快眉毛成型了再移过。好。太厉害了！哈哈，小生的老婆。那他们这种人身体受得了的？那白天肯定睡觉的吧？白天也在播啊，问题是啊。白天你有的时候点进去，它也还在播哎。奇了怪。大的。我有一天。所以我知道我们拆迁把哪个过来吧？好。卖那个卖衣服啦，卖那种他所说的什么叫商场？杨老师，你快没电了，你充电器在吗？我不在。啊？你在不在？我好像。这是不是苹果？没有哎。陈运河来了，陈运河来啦！陈运河跟他们聊哈，等一下把你搞，然后周老师昨天搞的。当当当当，小卤蛋来啦！嗨！哎，我的那边，我的周老师拿什么？没有充电器。东东啊，你有充电器吗？杨老师的手机要没电了。我要这底先打起来吗？你先打在底啊！你算力贴好了吗？贴好了。不用，你打起来我摆过现在。有了。你再过10分钟就好了，我10分钟就好了。你要在这边插这个吗？不用。这个要插吗？已经热了是吧？在。东东，我还是拿个有插电板的，还是拿个插电板？那边够吗？对。玉米噻，叫玉米。玉米，稍微体力活了一点。你这插的是怎么放啊？
我想个办法。哦，我知道了，我的我先看这个画面，看那个时候怎么样？哎呦，翻车了！我只能手就看到了，哎呦，哎，真是哦，好不好？可以吧？可以，再调一下。这谁手机啊？杨老师的直播间。夫妻档寸头亚洲超帅。这是什么？对不起，因为杨老师手机要没电了，然后我现在给他充个电，所以我就调整一下角度。这后面就这个，对。可以哈。刚刚我们在聊棉花膏，他们说垃圾街有棉花膏。垃圾街是哪啊？艺校那边啊？啊，在哪里？一个打在底里面，然后就很那个，很滋润。哦，对，就是它。我这种菜名不要给我的。 102。对啊，会就是白一点点的那个号。我那个新版的现在是40几，好像是203还是几号？我买了一个一般白，但是已经很白了。是。然后又买了一个最黑的，要再跟它调一下。两个颜色搁在一块儿。但是我觉得吸油棒太干了，你要有时候适合最下上到鼻头这边有点就起皮了这样子。就是你可以这样子，比如说你家里有那个雅诗兰黛或者其他的那种粉底，你掺一点进去。李佳琦他们之前推荐就是这么用，然后或者我可以滴一点精油进去，也可以的。那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就是不是卡粉，就是会不会斑驳，我不知道。然后季节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还上妆手法也得换一下。我这2天就在换，我这2天重新用。要么那个上妆之前，你的护肤品稍微对，涂的妆前可能要用一点，然后一点。对，然后之前的夏天的蛤蜊不都是控油嘛，然后换一下会好一点。不过这2天我也没再用吸油棒了，因为已经干了嘛。对，帅哥版法海。就是他说白素贞爱上法海了，咋整？不，法海是小青的。法海是小青的。好取，在艺校的时候会去垃圾好街。取哦。好巧掉嘞，这掉嘞，好巧，就是好可以吃饭了，快来！不是，他在说黄叶蜜橘。橘对啊，对。现在黄叶蜜橘已经被淘汰了吧？是的，还是涌泉蜜橘好吃。是，我也就黄叶那个。这是舞蹈吗？没有，他们说化完妆再走1点半。妈妈，你这样好风尘啊！风尘女子，金陵十三钗。昨天我真的以为那个叫什么，多多把那个头发吹成杨老师头的那个，我惊呆了。什么？我不是那个修剪头套，我的头套嘛，然后他让我去抓形，然后套在他的头上，然后我抓完之后不是形就是已经喷好发胶了嘛，然后那个杨老师说用那个吹风机烘一下，他要定型，结果等我洗完手出来说那个头发吹成这样子，我惊呆了，就是那种超级赛亚人就是稻草人，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回事？刚刚定型好的，然后他说在这里，这是我自己头发。对，我们都是台州人。今天哭2场，今天第4场。那个停不停？要不停吧，中间。哪里不停？还是不要停好。你昨天觉得话筒干吗？我干死了。昨天是因为没试音，到第6场我说我快破音了，求你了，给我来点反听，然后他调了。我听听你的还好的，反正我那个话筒。我不是第1场我下来我还问你我说有没有音不准吗？
然后你说还好，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听不清楚。等会儿我们会适应的。亚洲没有画底妆，皮肤好吧？那这个有那个磨皮的效果的吧？你不要这样嘛，这样人家说我真的，我这还有几颗痘痘没遮掉了。不绿不绿的啊，不绿的，红着呢。是因为它放小米太黑了，放你的底色太黑了，显得我好白。小渣渣估计还在化妆呢。话筒试音，现在试音啊？现在吗？哎呀，你给我尝试。哦，先那他先去。这些男人家啊，都嘴上不留情的，一个说我脸大，一个说我黑。小渣渣在和小新你们聊天吗？在哪里？